為本身自己都好中意動物啦，尤其是啲狗仔，跟住都想幫佢哋，自己想幫佢哋整靚佢啦，覺得成日都信唔過出邊其他人整咧，覺得自己整係最好，所以就即係周圍揾下就想學咯自己。我自己就興趣嚟嘅，因為我自己由細到大咧都想養狗嘅，咁我都想試下，可能養狗之前咧試下教下啲寵物美容，如果整得靚隻狗嘅話，先去養一隻，令到自己可以幫翻自己隻狗。因為咧就都睇過好多間，跟住就你哋最好嘅咧就係可以即係B、C 咁樣一齊銜接住咁樣上，即係。唔使話你考完啦，跟住又要等一段時間，你再重新再報一個咁樣，時間都係問題啦。同埋你哋依家就全部用真狗咯，同埋就即係唔同，有啲就剪嗰啲海綿啊，有啲有可能冇咁多款嘅狗啊，同埋即係你哋唔係一班就咁韞喺度，即係成堆屎尿咁樣，我就見到你哋唔係呢啲咯，所以就揀你哋咯。咁我一開始就自己喺 Facebook 上邊睇下有冇啲關於寵物美容嘅嘢啦，咁碌落下就見到一間啦，見到嗰個同學嗰啲咧都係每一隻狗好細心咁樣照顧，咁我相信呢間嘢都會係有個好嘅老師去教我去點樣去幫助嗰啲寵物去美容。我就因為本身咧我係有即係沖涼嗰啲，我平時都會嘅，幫我自己啲狗，但係剪指甲咧我真係唔敢，呢個最大恐懼，跟住。就即係佢哋係真係教得好細心嘅，跟住即係覺得本身我係唔敢剪指甲嘅，即係咁而家你會覺得好有信心，同埋可以即係剪得好咯，即係你唔戒手啊嗰啲，即係你想學嘅嘢佢都會幫即係教到你最好咁樣咯。咁因為我咧係第一次嚟啦，咁我第一次見到可以處理咗一隻大狗，覺得係成件事係好有樂趣啦。咁同埋啲師姐可以佢哋教我教得好細心啦，咁令到我自己可以知道。剪指甲其實都係一件有難度嘅事，但我都會去嘗試咯。你呢度會有好多唔同性格嘅狗，真係有啲咧，你係會覺得直頭係馴服唔到咁樣嘅，跟住即係你可能但係啲老師咧係一定會即係譬如知道你嗰隻狗係整得唔好，即係做唔到㗎啦，會發惡嘅咁樣，即係佢哋都會即係諗辦法睇下整唔整到先咁樣。即係你自己啲好難會處理到呢啲狗㗎嘛，咁你喺呢度咧，你係可以接觸到好多唔同性格嘅狗咯，即係起碼你就算遇到啲可能會有啲狐狸啊嗰啲咧，咁你都冇咁驚咯。